同学们，兔子做了一件好事儿，受到了大家的尊敬。鹦鹉也要做一件好事儿，可是它总是不能如愿以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博主说，日本给电商去做呢，聪明的给这些少。你这种电商去做的那样，上得满足吧的，那对我们真的心急的。小米，去攀爬蹭爬些巴拉蒂呢？我叫你电大些一点呀，嘿嘿嘿。我做去了家政是啥用呀？卡上去我明白啥些话，家政去啊。我从个小米的工人吃不远的，我黑了中的工人忙过啊，可黑了怎么这个不的是嘞？大众3年很多，我妈打来把黑了，切容给大小很多啊。我到当用了你盼着黑，可没可能黑着的，来怎么的？你这特别来干的日。姨妈，咱你妈些啊，黑的，阿妹看了也不呢。我呀，대리 나시 야보데 내종 되니 예배 샤와 중세지 저그 가테 조부 총총 출라 통소나 난도네 코 쇼브지인 아로 내조 나 진양的这么的日 나라 카다시아 마옹 네 삼루시 동지요 nga kate ashishi lamni jetse lovrta longkhushi thepchuna nga khoshon rojiyo哦的那种嘛的当去俺啦现在来我的去看而已 kherung khar nga la tutse me nge samlu shi tongwa asha nga 那种去龙爪泡呢这里的 nge shawa kanda shi drotama samlu shi tongwa 这里的哈哈这里上呢来的呀 yenagon den de so ha chung chung chu de nge song tong danda re mandu a 电视之上呢全部炯炯了上了当年都就要买的 年中这电到穷穷能够长给的呀， ya 这干那多人？ nga ashla shinje feboku khurun le 同学们，刚才这段情景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新词语。博主说，刚俺去公个雷木农的行为，他你撒巴拉记得。好事儿，好事儿，对上，对上，好事儿，对上，医生，医生， pen pa， pen pa， 医生， pen pa， 医院，医院， 面康，面康， 医院， 面康， 同学们，你们能用今天所学的词语造句儿吗？要想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
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从小事情做起。我最怕去看医生了，因为我害怕会打针。对中期台湾的原马松连接张队个北面张巴波，熬些也为张区找起者，熬些也为个其中啦，前期全部约集，才有蒙古门那张，农村3个月的，但从这那年过节单穷年过上的，单穷要不这那，起码单钱要不热特烈的。熬些也为呢，乌克兰基本的阿兰枪给比轻松了些把刀，米阿米西半枪包德年先生俺总是空做眼睛，熬些也为一，那你给跟着离开也没上把刀，老绝对啦离开主把的，没所想个离开，熬些也为西半啦掐几3个月把刀，对啦对你没不想个上把波啦就把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新词语。老主座，公个卡达呢，他年38卡心度，但俺记他年38得到下冲西下。好事儿，好事儿。对上，对上，好事儿，对上，医生，医生，很棒，很棒，医生，很棒，医院，医院，健康，健康，医院，健康。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老主座，第一个路线的连场下里人打题目机。联盟机，老主座，左面演车运动用那这一个呢，好用个用错的这里些八个时候，等着些呢，前年啦，给你好了一连接出去给这里些比，人民比他去多比各个比。